家好，大家早早，我是家辉老师。今日真欢喜呢，会当甲大家分享台语教育、台语文教育。因为即题呢，原则上来讲，其实会当讲大家真拍拼咧做。毋过我感觉应该爱对小学开始，即个节数应该爱增加，节数应该爱增加，嘿啊，因为若无增加，其实上基层的迄个底会拍无在。像讲我有上过国中甲高中的课，国中小因较皮嘛，因会认为讲迄台语无路用啊，高中嘛有出现即款现象。毋过我感觉讲自因细汉可能读国校的时阵，我感觉各位台语老师就是爱认真拍拼，就是讲除了讲甲咱的台语课教好，可能你伫个规矩的教学顶悬，可能嘛是爱较用心的啦。譬如讲，你若是咧指导，你咧教囡仔的时阵，你咧教囡仔的时阵，你袂使用歹的，你爱用讲道理的，你袂使安尼。假使讲我有老师的位我就安尼甲歹，甲可能口气较无好甲对待，安尼伊会造成讲因的心理感觉讲老师拢对我遐尔啊歹着，伊可能对学习台语可能就较无遐尔啊注意嘛无遐尔啊要紧所以我感觉伫咧读因咧国校的时阵，就是迄囡仔读国校的时阵，就是你基本上就是爱莫用歹的方式，你一定爱用较温顺的方式，可能讲今日老师想要甲恁分享故事也是甲课本相关的，无一定讲是甲即个故事无共的，也是讲甲即个课题无共的，你会当融合你生活的经验甲观念伫你的课本内底，譬如讲，咱若讲着讲米芳嘛，譬如讲你咧教米芳即两字，阿米的米，米芳的米，即字的时阵，你教着米芳，因会想着啥？教着米芳，伊会想着讲，就是迄个米香嘛，咱的迄落，咱的台语个米香嘛，米芳，迄个米芳诶，你就会当讲，其实老师细汉的时阵嘛有伫咧附近有迄种爆米芳有无？爆米芳做的迄种米芳，足好食毋知你有食过无？你会当用即种提问的方式甲伊分享，毋免讲我今日一定爱干那教课本尔，甲教安怎？你其实会当分享搁较济迄落你生活中的经验，甲即个你的想法，家伫个课程内底，安尼呢变做讲你有即个加强即个课程的部分，可能嘛会较囡仔学的嘛会较欢喜，真正囡仔学着嘛会较欢喜，嘿。因为你若是讲你拢用甲骂拢用甲吵的伊一定学袂欢喜，而且伊心中就会感觉讲伊足艰苦，学台语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自然伊到国中、高中，伊会认为讲台语都无路用，安尼是毋是会欢喜是毋是讲咱前功尽弃嘛？咱足认真、足拍拼咧推销台语，毋过可能伫咧即个因细汉的时阵。
因就感觉讲台语老师足歹，因会惊吓，因无想要学习。所以我感觉讲，就是爱自细汉就培养因喜欢台语，是一件足无简单诶代志。对，所以我感觉平常时可能就是讲，你教学诶时阵，教学诶时阵，你一定爱体会着讲，囡仔伊嘛是有人权，伊嘛是有心理感受，所以你绝对袂使用歹诶方式，你爱用像一个妈妈对待囡仔诶方式。我感觉这是足伟大诶代志，老师是一个足伟大诶职业。咱台语母语教育要有救，就是讲爱对基层诶即个母语老师做起嘛。母语老师做起，要安怎做起？就是讲你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甲即个，互囡仔有一个最想要学台语诶感觉。像讲我来甲囡仔分享讲，你对即个生活环境，你可能你对台语有啥物感觉啊？还是讲问因讲，阿公阿嬷会甲你分享啥啊？伊会感觉讲，迄个阿公阿嬷会甲阮讲台语，毋过阮听较无，听较无，咱会当对课程中可能学习诶一寡单字，譬如讲一年学啥二年学啥三年学啥，就是每一个年级拢有学习诶即个语序啊，造句啊，所以你上课诶时阵，你来当家己写，家己可能就是即个就是上课嘛，就是上课，你会当家己较活泼诶方式，你莫安尼硬冰冰，安尼感觉互人感觉讲学台语足无聊诶啊，学台语敢像真艰难啊。你若是讲教因诶时阵，你会当互因讨论分组嘛会使，你分组讨论，譬如讲互因讨论讲这造句要安怎造句，这底文要安怎写，你若是读国校，我会互因练习造句，可能会互因练习讲是要安怎甲即个句型讲完整，因为我教诶学生是较都市诶囡仔，较都市诶囡仔伊就较袂晓讲台语嘛。你要互伊接受，你要先互伊接受台语，伊较有法度去学习嘛。你若无互伊接受台语，伊就无法度去学习。我感觉这是足重要诶代志，对，就是讲你第一，你要建立伊诶信心，就是讲可能举手可能就互因加分讲对诶有加分，讲无对诶，讲毋对诶答案嘛袂扣分。安尼即个台语伊较有迄个认知，讲伊要好学习，而且你绝对袂当一直用骂，一直用吵诶方式，安尼因会感觉讲台语足困难诶，老师遐尔歹着，拢流扣扣安尼，拢无迄个想要学诶感觉啦，拢无想要学诶感觉。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除了国校，你若准讲你有互伊兴趣，国中诶老师教伊就有兴趣学。毋过我感觉现处是诶资源教师有一个真大诶欠点，就是讲可能拢是我嘛毋是歧视啦就是讲可能较年长，可能较年长诶即个老师会较济，少年辈诶老师会较少。毋过即马嘛是有诚侪少年辈诶老师，我嘛知影。毋过即年长诶老师，我感觉恁会当改变诶态度，就是讲莫用歹诶方式。尽量莫用歹诶方式，因为你若用歹诶方式伊自然囡仔自然伊就无想要学习啦，伊就无想要学习啦，对。所以像讲我咧教国中诶时阵，我嘛尽量讲，讲一寡笑话放一寡台语歌吸引因感觉讲台语诚趣味伊想要学习，想要上课像讲，我实际经验就是讲，我之前伫咧国校、国中高中嘛有待过课。
高中就像咧做朋友安尼，国中嘛是，就是讲，虽然讲你会当有老师的威严，毋过你嘛是爱建立讲因学习的态度，你若无互因正确学习的态度，安尼因有可能就安那，就无想要伫你的课程中好啊学习。即马其实，政府拢咧推崇母语教育即个部分是诚好，毋过我感觉师资哦，即马政府嘛咧培养嘛，就是讲譬如讲有上台师资班，有高师大师资班，阁有即个中华遐嘛，伫师范大学嘛有师资班，阁有台北嘛，迄个师范大学嘛有，就是讲遮济学校即马拢有即个，即个师资班的培养嘛，毋过就是讲，即个师资培养过程中，提升的能力，就是讲，我感觉若是讲针对即个台语专业的部分，我感觉是台中教育大学，阁有师范大学，迄个台北的师范大学，阁有迄个成大，就是成大、台中教育大学甲台北的师范大学，即三间的师资是上好的。即三间师资是上，因为伊毋若讲灌输因迄落台语的概念，台语的概念，阁有就是讲台语的概念，阁有就是讲会教正确的即个历史。历史我感觉真重要，因为台语毋若讲学即个语言尔，每一个语言伊拢有一个背景，即个背景就是历史。所以我感觉讲，我感觉即个历史的教育真欠缺，就是讲像成大、台中教育大学甲迄落台北的师范大学，即三间的大学，因的历史的背景的师资嘛真强。语言读嘛真强，阁有即个，就是教台文写作即个部分嘛袂歹，就是讲以即三间来讲算诚好安尼，即三间来讲算诚好安尼啦毋过就是讲我建议讲，若是真正要读师资班，就是即三间去找，因为有的人想讲，我伫咧住台北，我可能师范大学无法度，我可能就去台北大学，毋过其实即个师资真正有差，而且到时阵你要考迄个教师证。台语教师证，即摆叫台语教师证，毋是单纯打迄个教师证，迄个教师证是一般的老师，你若是要迄落毕业嘛，毕业的时阵，伊爱先去实习，实习进前爱先考迄个教师证，考了较去实习，即个台语教师证是你修迄个台语教育学分了后，阁有包括教育的理论遐。修了后，较会去考即个台语教师证。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台语教师证。对，因为你若要考即三间的，就是其实即个准备的方向甲研究组真相像，毋过你若是要即三间，你一定爱会晓写台文。你若会晓写台文哦，你其实你要入去即三间的机会足大诶。对，即三间的机会足大诶。你一定爱，除了讲你训练家己讲用华语写即个你的自传，阁你可能平常时你学习到一寡语言能力甲概念，
啊，搁有就是你嘛爱咱练习讲用台语写自传，像讲我迄当阵考上大师资班，我就是有写迄落算讲台文的自传嘛，啊，搁经典嘛，就是讲你一定爱写入去。啊，即马台语师资班伊的要求就是讲，你集完教书一定爱做3档，你较有法度就是讲6个学期，你较有迄个资格去考即个师资班。你若毋是正式的，你若是正式的，你要去教台语，即马中学来讲，就是你爱去师资班了后修即个学分了后，你就会当去教。啊，毋过你若毋是正式的老师，你要安怎去做即个台语的正式老师？你就是一定爱透过，你一定爱透过即个考试嘛，你爱先入学嘛。譬如讲，你考着上台的师资班，然后你爱修至少修2档至3档的学分嘛。伊会规定讲基本的即个学分伊要修偌济，你著爱去学习，你著爱去修。啊，可能迄功课嘛真重哦，因为我之前上课，其实每一个教授拢有足严格的做法，而且伊拢会要求你的报告，就是讲你每一个报告，啊，搁爱考试，除了报告，搁爱考试，嘛是真艰难嘿。就是讲，即个报告甲考试的部分足重的，就是讲，你若是同时阵你迄落你有咧上课，啊你搁咧读册，我就是安尼，啊结果身体就袂堪钱。所以我感觉即条路无好行啦，真正无好行。啊，毋过你若是讲你真正毋是要去做志愿教师嘛？你毋是要去考正式，你是只是想要考志愿教师尔。其实即摆志愿教师伊会要求你一定爱有中高级的证书，教育部也是上台的中高级证书，你才有迄个资格去考志愿教师。而且伊会有5工的受训，伊会教你安怎写教案，安怎去有一寡基本的知识的建立，就是台语的知识的建立，就是互你搁较知影讲要安怎去教囡仔。啊，毋过你若无教过哦，其实你若是要参与即个教学的过程中，你一定爱去学习，你一定爱去听足侪老师安怎去上课，安怎去分享，安尼你才会吸收着老师要讲的、要用的是啥物货。啊无你拢无你拢无吸收，要安怎教安怎学习讲我要安怎教我会晓的教学生。其实伫咧教学上，你是个真困难的代志。因为我有拄着讲，已经考着志愿教师啊，结果伊毋敢去教，是安怎呢？因为伊毋知安怎教，就算讲伊考着中高级，伊去修志愿教师的学分，结果伊尾仔嘛是无去教，因为伊就是毋知安怎教啊。所以即个教学的部分，就是讲真正爱磨练啦，毋是讲一工2工，老师甲你分享了，你就会晓徛伫台顶安尼教呢，毋是遐尔简单呢。因为我嘛是安尼啊，我嘛毋是讲一开始我就足敖教，我嘛是安尼摸索，我嘛是安尼豆安尼学起来。我可能会想讲，因为我之前有伫咧学校代课的经验，然后我后来开始做台语老师，我是26岁开始伫咧国校教嘛，然后我即马教台语教8档啊，7、8年啊，7、8年啊。我较早伫国校后来我29岁我考着连长关级了后，我就开始就是线顶的，就是教人认证甲写作即个部分。啊，认证甲写作即个部分，其实是即马足侪人做需要的所在嘛。你若是有安尼的老师去教认证甲写作，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即马问题是出伫咧安怎？我发现讲，我教大人
写作的时阵，有的人毋知安怎写，有的人当上老师的课，可能伊上我啥物课，伊上我写作的课，上的结果伊怎啊无练习，伊就袂晓啊。伊就无练习啊，无练习你就袂晓。你看我老师一开始我嘛毋是足够写呢，我真正嘛毋是足够写呢，我嘛是安尼豆豆累积起来。我可能一开始就是嘛是互我的老师教，我的老师教后来较会晓，较慢慢学会晓讲我要安怎写。其实我一开始是练全路的，因为我感觉全路的文章会当互我增加我罗马字的能力。你若无一开始无练安尼全罗马字吼，互老师教，其实你若要做台语老师，吼，你若要做台语老师，你一定爱有即个能力啊！你爱有即个罗马字的能力。我感觉这是即摆的老师足欠缺，因为因个汉字可能较是字，汉字较会当教互囡仔。因较看较有，罗马字看较无。我感觉这是毋对的观念，因为你若是罗马字无建立互好势，你若罗马字无学互好势，你罗马字学无好势，你安尼你以后足歹教囡仔，而且课本拢有啊，拢有迄罗马字啊，有诶老师伊就跳过人过，伊就袂晓教嘛，伊就想讲安尼就念诶就好啊，伊就安尼转过啊，所以咱台语文教育为虾米遐尔凄惨？毋是凄惨，就是讲算讲有一部分是失败，因为问题老师嘛是真大问题嘛，你无法度接受讲罗马字嘛是字，罗马字嘛是即个能力嘛是足重要的。你若罗马字无练到好势，无练到好势，你是要安怎教咱后代咱的囡仔，咱的台语文的教育是要安怎去完成？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代志，就是讲第一，阮老师一定要接受罗马字嘛是字，罗马字嘛是老师的专业一部分。你看华语会晓 ㄅㄆㄇㄈ 注音嘛，啊台语呢？台语的 ㄅㄆㄇㄈ 是啥？就是罗马字啊。你罗马字拢袂晓，你是要安怎教囡仔即个基本的用法，即个基本的用意，对无？譬如讲，我头拄有讲嘛，头拄无好像有人无看着吼，是譬如讲米芳，米，你咧教米芳的米的时阵，无伊米，你咧教无，你迄个唇音爱出来嘛，就是讲你咧教囡仔时阵，你一定爱叫囡仔甲你做伙念，毋是讲老师念的，因听的。因就会晓啊！我甲你讲，即摆囡仔足笨蛋的，因拢就是因为台语课伫学校较无受重视，所以颠倒爱安怎，爱搁会当互咱的台语会当发挥啊搁较好。譬如讲，咱罗马字若是学无好势，咱伫国校3年就开始有教迄个罗马字嘛吼。啊，你看我会记得我迄个时阵，我教着4年甲5年的时阵。我就考试，期中考试我考听写，啊有选项互因选安尼，我考听写，全落的哦，爱选罗马字，爱全落的。啊我就讲，可能讲，老师要考啥，我就会甲因讲，爱讲我好势，你袂使讲无好势，啊绕狗去，啊结果考出来，我甲你讲，家长就咧累啊，我甲你讲，因为迄即摆家长哦，因要安怎讲，就是讲，因会感觉讲啊，老师他也无讲要讲着因有考出来部分。即摆家长嘛是恐龙家长足济吼，所以一定爱注意老师伫迄落甲囡仔讲即个考试的时阵，一定爱安怎，一定爱讲互好势，就是讲要考试，要考啥物货，拢爱交代足清楚的，而且你搁爱甲导师讲，倒一工，要考啥物货，就是爱互因抄联络簿，写联络簿就对啊。你袂使讲你安尼讲的尔，你可能就是因可能就袂记哩啊，伊可能就袂记哩啊。你一定爱家己足知影讲，你当时要去考试，
当时要甲因考试。譬如讲，我会安排伫咧期中考诶，因正常期中考前一礼拜，还是前2礼拜，我差不多拢是前一礼拜咧考诶，因为无可能伫咧期中考诶时阵咧考台语啦。我甲你讲，迄家长一定会生气啦，会足生气诶。我甲你讲，一定会足生气诶。所以你绝对袂使伫咧期中考诶时阵去考，期尾考诶时阵最后一礼拜甲中午诶迄礼拜咧考期中考诶时阵考试，你绝对袂使迄个时阵考试。你迄个时阵考，我甲你讲，家长就骂死啊！你一定爱伫咧因考试，因迄落就是月考诶进前。前一礼拜去考试，安尼才袂讲造成讲因迄落考试诶负担嘛。你而且你迄落你要考试迄礼拜前一礼拜，你甲伊带复习，即个罗马语啊，还是讲你要考诶部分，你一定爱互伊复习甲足熟诶。就是讲你爱带伊复习，你毋是讲你交代讲你要考试，要交代，因就会家己去读啊。你一定爱复习，就是像讲我要考试进前诶前2、3礼拜，我就是逐礼拜拢会，比如讲若考课文，我就会放课文诶音档互因听，还是讲较袂晓诶所在，搁带因加念过，安尼因考试诶时阵较会晓，啊无因拢袂晓。我感觉因为囡仔足笨蛋诶，啊毋过基本上我住诶即间之前住诶即间国校，佫算袂歹，算讲老师佫会提醒讲，当时要月考嘛，啊当时要台语考试拢写伫黑板顶悬，啊写了后，因就知影讲，要考啥物货。啊我会记得迄个时阵我佫有做字条，就是讲你该特别去做迄个字条，伊大言联络簿。你若讲详细，你讲你要考，譬如讲你一开始你开学诶前一礼拜，毋是啊，开学诶第1个礼拜，你着爱讲互清楚，讲你期中考要考啥，你期尾考要考啥，啊你诶比例，你可能是就是讲你拍分数诶比例，你迄落你要安怎分配？像讲若是讲台语诶总分若是100分来讲，我会差不多3成是互考试，7成是拍伫咧伊诶平常时诶表现。为虾米我会安尼分配？因为囡仔伊考试本来就较弱啊，你佫甲伊占一半，有当时分数足低，家长佫要敲电话甲你讲，我诶囡仔分数他尼低着，你甲我诶囡仔分数拍悬好无？我甲你讲，做一个家长拢安尼，所以一定是爱我感觉这做你未来做台语老师爱做注意诶代志，就是讲你要拍分数诶时阵，你一定爱安怎？譬如讲，你迄啊无你就是4成是考试，6成是60分嘛，就是算讲40分是占考试诶部分，60分是占你诶平常时表现诶部分。啊，平常时诶部分你佫会当分做讲你小考。啊，毋过我台语诶小考无，我拢是用学习单，我拢是用学习单，啊无就是迄落课本拢有迄种习题诶部分、学习题诶部分、课本学习题诶部分，我就会针对迄个学习题，可能上课时阵就做好啊。所以我甲因讲，恁台语拢无回家作业，拢无转去诶功课。伊讲哇，老师做好诶，拢无功课诶，我拢伫咧学校就完成啊，安尼是。对囡仔来讲是一个欢喜学台语无负担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即个建立的过程中真重要，就是你咧培养甲囡仔的感情，啊，搁有就是讲，你一开始你规矩就爱教好，你像讲我拢会做 PPT 讲，比如讲第一点，我会分享讲，就是上课袂使迟到，若迟到就要延后下课，也是讲搁有就是讲上课若是要加分，要回答问题，你就爱举手，
你着爱举手，你袂使无举手，啊无我着无法度甲你加分啊。迄个规则爱定互好势啊。哦，我来找找看觅吼，等一下哦，我来找看觅，我有一个档案。找一下，念台语教学。台语教学的，等下我找一下我的物件，歹势。因为我迄个，我找着一个这，评量方式啊，找着，等下互鸟逐个。看一下哦。大家敢有看到？大家有看到？好，安尼我讲一个吼，就是讲，这是我的评量方式啦吼。啊，就是讲即个台语的评量的方式，譬如讲，因为这是低年级的嘛吼，二年的嘛吼，我就会分配安尼吼，是讲，迄当阵我是讲，课本的功课甲平常时可能的功课，就是平常时的成绩是占50就对啊啦。嘿，就是讲，课本的功课甲平常的功课加起来就是50啊，所以安尼就算25嘛吼。课本的功课25，平常时的功课25，啊平常时的成绩就是拢总就是50。啊考试我是安尼咧算啊，就是讲迄个分数就是，我考课文嘛吼，我爱拢爱先定好，你要考倒一科，啥物拢爱定好，啊无家长佫有意见啊。就是讲可能就是讲，可能我定第2课，吼，基本课定第4课，吼，啊这比例拢爱写互足清楚诶，因为家长会看，嘿，伊毋是讲啊伊会看吼。比如讲我着占25，啊这占25安尼，大约就是安尼。对，就是讲即个比例足重要诶。嘿，我会安尼分配，迄是低年级诶。啊，若是中年级诶，我差不多会分做，我会记你嘛是分做，佫像是60分，还是70分，是迄落平常时表现诶分数，甲功课诶分数。然后剩诶30分啊40分是因考试诶分数。啊，考试佫袂晓考伤难哦。像讲我会考落满意，啊，毋过我真正是有周志拢有甲伊教互足清楚，因较有法度去考试。而且你甲伊做考卷，毋是干若讲，吼你迄落你就是单纯考课本尔。迄考课本是可能就是低年级诶做法，你若中年级诶，你有当时甲伊出考卷。出考卷，你嘛爱甲家长讲，像说讲，可能你会出考啥就对啊，就是讲联络簿可能就是迄个时阵咧写联络簿，你着爱足早可能甲老师提醒讲，迄个时阵着爱知影讲你要考啥物货，你爱足清楚互囡仔讲，因诶台语考试会考啥物货，袂使讲。已经你要到啊，吼，时间你要到，还是你要考试啊？较来互死，较来讲你要考啥物货，安尼着袂好，绝对袂使安尼做。你袂使互学校感觉讲你即个老师无认真。所以我做是做到90分以上诶。我是讲我拍拼诶分数是做到我毋讲我毋是讲我是100分诶老师，啊，毋过我诶认真诶分数我会当，我家己拍，我会当拍到90分以上，因为我是足清楚讲，
一开始开学的时阵，你著爱定好好势讲，你分数几拍是要拍安怎？吼，啊，剩几拍你是要拍安怎？你迄个百分比就对啊，你迄个分数一定爱足清楚的就对啊。就是讲，迄百分比你爱做清楚，你若无做清楚，家长一定有意见。家长有意见，你这个老师学期就歹歹啊。领是安尼哦，嘿，即摆你要做台语老师，不管你是志愿教师、代理老师，拢共款。对，就是讲你，尤其是志愿教师。你若想要续聘，因为有续聘的问题，你志愿教师你若考着，你就是上侪人续聘2档，就是也就是讲，你会当免考试，佫会当延2档，啊，毋过伊是一档一档安尼咧看你。你讲第一档表现好，伊就会留你第2档；第2档表现好，你就第3档。啊，第3档表现好呢，可能讲，你这个老师袂歹，佫叫你来考，啊，你来考时佫你对啊，有可能是佫是你捌即个学校。啊，你捌即个学校，你嘛是继续安尼教嘛？伊甲你分配啥物年级的学生，你也是安尼教，基本上就是安尼。对，就是讲你一定爱去足清楚去分配即个分数，啊，佫有迄个分数的比例，佫有期中考的时阵，袂使拄好因伫咧期中考的时阵考试，一定爱前1礼拜，然后你爱复习，你爱甲因。就是讲要考试的时阵，你一直复习，一直复习，而且足早就爱甲因讲要考大啊。啊，考试进前可能就是种，你要台语月考的进前，会前1礼拜，你搁爱甲伊讲互清楚，讲你要考对，你要考对，你甲伊讲一遍。啊，无囡仔迄线线，有人讲老师要考哪里啊？迄话囡仔真线线，你嘛三无涨，你嘛是一定爱一直讲就对啊，你爱做耐心一直讲，所以。我就讲，即摆老师真无好做，你一定爱建立家己的信心，然后你要教的时阵，你爱真少去分配迄个分数。除了迄个分数以外呢，除了迄个分数以外，你就是爱培养甲学生的感情嘛。你袂使用歹方式嘛，你一定爱用较有温柔、较耐心的甲因教。啊，你讲学生若是无乖要安怎，你会晓甲伊讲。若是我会分享啊，我会分享甲因讲，老师袂学袂上去，啊，毋过你若是教我第1遍，会当原谅你；教我第2遍，嘛会当阁原谅你；教我第3遍，我着要写联络簿，还是讲我直接扣分联络簿。就是讲你一定爱共款，就是即个原则，你爱伫咧你的上课时阵，你着爱讲好啊。你袂使讲你迄落你半路你遐讲我有啥物原则，你一定爱一开学你著是 PPT， 你的分数，你的佫有你的啥，你的语调，就是讲你迄个要互学生知影讲要考试的迄个语调，爱打伫联络簿，一开始著爱打。你讲，你若想讲一开始奇怪，一开始打啊，为虾米佫要写联络簿？因为学生的健忘啊，老师他导师啊，代志，伊嘛无可能讲记你台语考试，佫要当时安怎啊？伊知影讲，可能你可能有台语考试，你甲甲老师提醒，写联络簿，啊打语调，啊甲甲囡仔讲要安怎去考试，啊佫迄落月考的时阵尽量甲伊复习，但是复习甲因足熟诶。你要背起来啊！啊，像讲我知影都市的囡仔可能台语较袂遐尔好，所以我讲你若背起来，我就甲你加分。我是安尼教，你若背起来，我就甲你加分。啊，若无背起来嘛，袂要紧，老师就无可能佫加分。我若讲道理互因听，我讲，你如果是老师。是背起来分数比较高，还是没有背起来分数比较高？啊，当然是有背起来分数比较高啊，正常的啊，就是鼓励囡仔会当背起来。啊，其实课文拢袂介困难，嘛袂介长。我若鼓励囡仔讲会当背起来，我拢会当鼓励囡仔会当背起来。若袂当背起来吧，无要紧，看课本。莫伤咸。你拍分数绝对袂当伤咸。你讲我要做一个足咸的老师迄落即摆伊
伊可能伊安那，伊念毋着一支，我着扣2分。基本上毋着一支，我是扣1分尔。我是扣1分，毋着一支，我是扣1分尔。嘿，若是毋着伤济，比如讲毋着10支，我着甲伊扣8分啊9分啊，来三秘书一个啦。嘿，对，就是安尼。所以因的分数拢真悬啊，我拢甲伊，基本上拢是80几分拢有啊。除了正是完全袂晓，爱带伊念的，我着甲伊拍80分。我甲伊拍80分。你讲话讲，哈，老师你读较好，你甲伊拍到80分，你甲伊拍到80分，遐尼悬。啊，我甲你讲，老师真正无好做吼，因为就是因为你若无拍较悬，家长佫有意见啊。你若是讲伫咧庄脚校可能佫较无遐尼要求，毋过你伫都市一定做要求，一定做要求即个分数。这是小学的部分。大人的，我就是看着讲，因为找老师补习的人哦，拢是安那，拢是台语写作较弱的，伊要考教育部也好，还是成大也好，我拢会鼓励因去考。我拢会鼓励因去考啦，就是成大、教育部拢会考。教育部的伊较重视汉字嘛，成大较重视罗马字嘛。其实我感觉你若有2张拢考，安尼是上好的。对，因为教育部伊重书写嘛，足侪人拢是败伫咧书写。即个书写部分，老师已经有分享，就是我的文章伫咧部落格啊吼，也是讲伫咧YouTube 我拢有分享伫咧顶悬，欢迎大家当去看我的影片。就是讲我拢有分享，佫有考试的美感嘛，吼一寡重点。若准讲，你若准讲哦，老师安尼，我看你这影片敢是无够野呢？我想要增加我的部分。安尼老师有册，我有迄落，一本叫做《台语认证中国语甲写作讲义》，佫《台语中国语写作讲义》，即2本无共哦。一本是针对台语认证写的迄本青色的讲义，另外一本是白色的讲义。白色的讲义是针对写作尔，写作即个部分尔。对，就是讲即2本是无共的。目前即2本，当伫我卖场买会着，就是我迄个 YouTube 下骹有迄落迄卖场伫咧下骹，吼，若有想要买会当去买。吼，就是讲，我相信足侪人要过老师的册啦。毋过你嘛是，你会当搭配，你课本会当搭配老师的影片去读去学习。我感觉迄效果是上好的。对，我感觉效果是上好的。所以我感觉讲，即个台语的教育，会当分享互大家。老师的概念是啥？我要甲你分享的是啥？大约就是安尼。安尼敢有人要问问题？线顶单一个人尔吼，摊拄仔上济几人的哩？毋当问问题哦，会当伫咧聊天室问问题。若无人要问问题，我着要下线啊。请问敢有人要问问题？会当伫咧聊天室问问题哦。会当伫咧聊天室问问题哦。因为我差不多50分，直播当50分钟尔，我着要落线。就是讲对即个台语教育，佫有也是你无清楚讲，摊拄仔老师讲的，你有啥物疑问，你拢会当伫咧聊天室来提问，拢会当来问问题。搁3分钟的时间好啊，3分钟的时间，看恁有啥物问题要问无？就是对，比如讲教国校啊，吼，教中学啊，吼，中学佫包括国中、高中，吼，也是讲你未来想要做，想要考悬级，吼，你用中国语，你想要考悬级，吼，也是讲考试的部分啦，吼，恁拢会当问。不管是考试啊，还是讲认证的部分啊，还是讲即个
教会概念啊吼，拢会当问。若无我就搁等1分钟好啊，搁等1分钟，若无我就要落线吼。搁等1分钟尔，我就要落线嘿。因为我讲了差不多啊，就是拄仔老师分享诶，希望讲我会通透过安尼分享，会当互恁知影讲我诶概念是啥，啊，搁有教国校、国中吼诶一寡美教要安怎教吼。其实教国校是当然是比国中甲高中较简单啦。高中无好教，高中真正无好教，高中嘛无啥好教，中学诶较无好教。若讲要比起来，当然是小学诶较好教，就是讲国校诶较好教，嘿，比起来。啊，毋过是咩咩角足侪啦，就是讲，迄是因为我头前我已经做几年诶代课老师吼，我已经做3年，有经验啊。我已经做3年诶，算讲有经验诶代课老师啊。所以我知影讲要安怎教学生去培养感情，要安怎去制定讲，吼要安怎去拍即个分数。虽然讲我做代课老师是无拍过分数啦，嘿，啊，毋过我迄当阵，未做台语老师之前，我啥物课拢带。未做台语我啥物课拢带，我啥物美术啊、音乐啊、自然啊、社会啊、体育啊，我拢带，我拢上。啥物课我拢上过啊，啊，连导师诶课我嘛上过啊，就是搁爱甲啥物华语啊、数学啊、吼啊社会啊，吼还是综合啊迄种诶课我拢上过啊，遐课我拢上过啊。啊，其实差不多就是安尼啊，就是迄囡仔就是安尼啊。你要互囡仔喜欢你，足简单，你就是莫一直甲骂，你通讲道理诶，啊，甲因做朋友安尼。大约就是安尼啦，就是讲莫讲拢用骂方式啊，拢用迄种歹势杀诶方式，安尼因就会讨厌台语，袂介意台语。因安尼自细汉可能就排斥台语啊，因大汉自然到国中到高中，伊就袂介意台语啊。所以做者囡仔是安尼啦，是因为小学、国校诶时阵，一定较早有台语课嘛，啊后来因高中迄是即几冬即3冬嘛吼，头4年较正式有即个台语课程，对，就是12年国教，才有即个台语诶课程嘛。较早无嘛，较早拢是国校较有，啊，高中是选修社团。较早我会记得我教诶时阵社团，我几若年前啊，对啊，我27岁，迄时阵伫个国校嘛，嘛是伫个国中咧教，足简单诶，迄嘛无啥好练，对啊，所以我感觉要做一个台语老师爱真拼势。除了讲你除了讲有即个台语诶知识以外，你要搁爱知影讲要安怎教，你搁爱知影讲咩角足侪，就是讲，比如讲台语，算讲台语家长较无安尼重视，较无遐尔重视啦吼。所以就安那，就是你拍分数爱足注意，你若无足注意，家长阁要敲电话来。这我感觉这是爱注意诶所在。好，安尼若无要提问，我就直播结束啊吼，多谢大家，再会。